永康国小传堂高挂学生的99张手画春仔，替学校增添年节气氛。为着让学生提早感受过年时的热闹，特别设计3个游戏关卡，包括卡种记号、约年节的4首日历，用台语讲吉祥话。只要通过，就当领小红包。我学到苹果是平平安安，彩头是好彩头。透过这个实物，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，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。当天的营养午餐嘛特别准备应景菜单，师生伫学校就当品尝到传统年节的特色饮食。红烧蹄膀，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；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；茂谷干，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意思。另外，伫普爱国小内底的国际英语村，是用国际语言传达祝福。外籍老师除了提起毛笔写春仔，也搁设计系列关卡，教学生抓年英语思维看情景对话，还是安怎用英语表达春仔当中的祝福语言。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有趣且实用的英文，在新年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分享。像蛇的英文是 snake， 红包英文是 money。Happy Snake New Year! This is my first time being in Taiwan for the New Year. I feel like being in Taiwan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eeling as to any of the smaller celebrations that we had in America. So I'm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be here. 巧妙地将年节温馨的氛围甲外语结合，参与的外籍老师感觉相当趣味以外，学生嘛提高英语的表达能力。那孩子在这过程中呢，可以运用他们的一些英语的基本能力，来把它融合在整个文化里面，然后来学习这样子来应用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好。两间学校透过台语、英语两种不同的语言，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，唔那传承本土母语，嘛会当增加国际视野。但係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